阿峰姐，我同你讲哦，我同好去旺超市，今日旺超市的时节，当家买一项东西，按到橄榄油，因为呀，他当时行个橄榄油，然后给拌个抢菜，然后给通过，按呢就拿来吃冬空天呢。你橄榄油，你想跳头吗？就很没怎么那么温柔啊。橄榄油吼，其实当咱跳头，因为可能佢会色，它个面吼，等于买唔好，或是买到应该有掺冻些橄榄油哦。今日会教咱乡亲朋友吼，用买那种橄榄油做好料理。阿峰姐，阿 Q 妹教你做料理。去买，咱教伊吼用橄榄油吼，了2瓣买了芹菜啦，芹菜，芹菜是芹菜哟。啊，去买你的芹菜就来去。鸦片啊，然后你全部就种好，你还没懂用心。啊，我看，你试看，我来论吗？我全部就黑洗安安啊！我这新口吼，长老出做下吼，唔是讲吼，你耳屎吼会拔开来啦，你看啦，咱用湿灯哦，好啦，饮啲拔落其实，我先让你准备好嘞。哎呀，很排泄啊，房子本准备好诶。好，你洗一天4天吼，长做点吼做料理，莫吼中硬吼，但是吼，阮家娘嘛讲你吼莫讲照，还会给塞到牙缝底度。系啦，好，牙没会通过。错，吼，你水吼冰下去吼，你时间来滚来，嘿，你小口做咧同下1点时间内吼。哦，要通的作用系本记。不计含怨掉吼，就等于冇同未做得啦。唔讲吼，因为吼你芹菜地本有好东西，该炒酸下豆，你同下去吼是下冇炒酸，下冇人凉，好唔会讲是同浪带啦。哦，讲我浪带。嘿啦，同个是冇人浪带吼。好，同到差唔多吼。有香味出来吗？有嘞。好，有香味出来做。来给米西，嘿，给米西。哦，昨天拿起来嘞吼。好，做表变水下去。冰镇。也是这下酱。哇，变下去就强哎！其实芹菜对咱是像冻好去地本有红东西哈，就是芹菜素。芹菜素哈，做咧对咱身体有帮助，做来帮助我们走解毒。哦，就该透来走路哈。古上该听说冬孔天跟命的就有叫解毒的菌丝哎。好，去除了呀，因为去迄芹菜素哈，就等于讲对咱血压控制有帮助哈，还冇血压高哈。好，来芹菜拿出来之后，哈，芹菜拿出来，按你啊一个板哈，等按有血压高的朋友哈，你要染抹一条洞哈，好，1cc时候，一滴滴嘞，嘿，一滴滴的时候哈，分解含元豆哈，啊就等于哈，你其实没做得表解那个排毒、地白毒哈，啊用哈，什么时间都染哈，一板板好热哈，你都染下去哈，你下，因为。板芹菜先不用沾，比下边软，哈，去软化它，软化哈，按你下等不用你下顺透米哈，下边热梅，豆条，好顺透米不用下去，好不用顺透米之外哈，还得不用买东西呢，不用掉，辣椒味，还有梅哈，挺好吃，好，啊做得不用你买，吃。汤色的吃，不用吃，以前俺先不用滴滴汤，好，俺俩没用味精，用点点汤不用下去，用糖本有一些的甜味，好，系你来拌哈，你拌解下好，俺讲乡亲朋友，你橄榄油慢慢跳烫，就系个问题，有叫吗？伊同阿不开橄榄油米是冇共用呢，你好橄榄油吼，等于卖解下吼。你提好你的皮个面，这面吼还冇法度来去做假的，一定向像一粗的面吼，按照做得。粗的面是粗的面是，大家要记得咯，我皮到有粗的香面。按个色吼就冇强强，小口按个色，还冇问题哈。强旺旺。真正好的橄榄油，你食到迄种度哈，伊小口一点点就冇冻大，不过冻顺后吼，按照真正好的橄榄油，吼，你拌到差不多哈。差不多诶。按做得啉到橄榄油吼，哇，因为橄榄油底部有
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做得预防心血管疾病，肾从下就帮助吼。橄榄底本还有多酚吼，对，没有多酚，嘿，对，安尼像诶什么样而讲，多酚都有帮助。排水，嘿，就是唔会水肿安尼。多酚是讲皮肤下面的细胞吼，还有啥？佮毋过青菜、芹菜迄摕豆味，说来会摕亮。摕亮吼，啊就芹菜你休息是去感光吼，伤及皮肤下面细胞。你吼有红东西，比如橄榄下好，买东西呢？嘛该。香港运动好是红东西，茶油、苦茶油、茶油嘅青蒿色茶油拌面。嘿，茶油底本面又强壮又多酚类，吼，呀茶油用为固胃呢，因为佢嘅底本里头吼植化素吼，做得咱胃底部嘅细菌，然后你杀掉，有冇讲？唔健太吼，所以茶油做得固胃，橄榄油咪做固胃，吼，做两韩国嘅好东西。好，炒好咧吼，好咧，来，也好，不给下酱，安尼慢慢夹。做唔得100落去，做唔得，好，安尼小口不给酱来，吼，然后辣椒变下每掉吼，先啲东西先变下去。哇，你好方便，一时下酱来，吼。要带下啲橄榄油，我落去淋落去嘛。你睇下要辦過嗎？要。就，做啲麼？係唔是咧？哦。因為上個佢帶下冇識當大餸。喂，冇是特別大餸，好，淋下去，好，按是咪這樣？差唔多淋，好，風按嗆。哦，兩水要這樣。古數啊，睇下愛記得一橄欖油啊，正經就係愛偷一食，都唔得太強，韓國披起來又香嘅。係，和芹菜有咩好處呢？芹菜有芹菜素。係，就對控制買東西協啊。哦，係協啊，睇下愛記得冇同我 Q 咪 Q 又唔記得咯。好，阿鳳姐，阿喬妹，講你吃多雲容，食到口天咯。